大家好，我係一 C 班嘅18號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本令我深受啟發嘅書《活着》。呢本書主要探討嘅係人如何面對生活中無盡嘅苦難，同埋活着本身最原始嘅力量。相信呢個關於生命人性嘅故事，可以帶俾大家深刻嘅思考。活着由中國作家余華所寫，背景係從民國到解放後幾十年嘅中國農村。佢透過主人公福貴嘅一生，讓我了解到生命嘅厚重不在於轟轟烈烈，而在於承受與延續嘅觀點。這對我嚟講係非常深刻嘅。我印象最深刻嘅係福貴身邊嘅親人，一個接一個嘅離他而去。書中舉咗佢兒子有幸為咗救院長夫人抽血而死，女兒鳳霞喺產後大出血身亡嘅烈姿，讓我真正體會到命運嘅殘酷，同埋個人喺時代洪流中嘅無力感。另外，福貴喺經歷所有苦難後，並冇變得憤世嫉俗，而係可以平靜嘅向陌生人講述自己故事嘅轉變，都讓我反思咗乜嘢係真正嘅堅強，同埋活着嘅真正意義。我讀完呢本書之後，發現自己嗰啲所謂嘅困難與不幸都係可解決、可接受嘅。但書中嘅主人公富貴所遇到嘅困難與不幸都係冇辦法解決嘅，而且係普通人無法接受嘅不幸。但係富貴卻能堅強嘅繼續生活落嚟。我認為呢種心態和對待挫折嘅韌性係值得我哋學習嘅。佢都讓我明白，活着不單係一種狀態，更係一種承受過、失去過，卻依然向前嘅力量。這對我學習和生活都好有幫助。總結嚟講，活着係一部值得一讀再讀嘅好書。我記得書中有一句：人係為咗活着本身而活着，而不係為咗活着之外嘅任何事物所活着。我覺得呢一句係最能深刻嘅總結全書嘅，都希望呢句話可以帶俾大家啟發。感謝大家耐心聆聽。